喺呢個高度控制嘅時代，我哋習慣安排未來，掌握局勢，保護自己。我哋努力經營關係，計劃人生，儲蓄安全感，彷彿緊握得越多，生命就越穩妥。放手，於是成為咗現代人最難嘅功課，因為放手唔只係放低某人或某事，更係放低對自我命運嘅主控權。但從聖經嘅視角嚟睇，放手從來唔係消極嘅退讓，而係積極嘅信心。亞伯拉罕放手以撒，係佢對神應許嘅全然信任；摩西放手埃及王子嘅身份，係佢選擇同神嘅子民一同受苦。主耶穌喺十架上講出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，嗰個係一個放手至死，卻開啟永恆榮耀嘅時刻。放手，首先係一種屬靈嘅動作，佢唔係因為無能為力，而係因為睇到有更大嘅手正托住萬有。呢種放手唔係將事情拋向命運，而係放進神嘅手中。那是掌管過紅海，使死人復活，並親自為你釘十架的手。真正嘅信仰唔在於我哋為神做咗幾多嘢，而在於我哋願唔願意將自己無法控制嘅嘢交俾佢。靈性嘅放手，亦係內在醫治嘅開始。有幾多人仲困喺過去嘅傷害、未竟嘅關係、失落嘅夢想同成癮嘅模式之中，只係因為不甘心放手。我哋寧可痛苦緊握，亦唔願意信任那看不見的安慰者。耶穌說：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呢份安息嘅前提係願意交出擔子，而唔係將佢變成身份嘅一部分。人生最大嘅自由係知道自己唔需要控制一切，最大嘅信心係喺放手中仍然平安。神唔係要我哋咩都唔管，而係要我哋學習分辨邊啲係我哋應該盡嘅責任，邊啲係我哋應該交託嘅重擔。太多時候，我哋因為緊握而失去美善，而神嘅恩典常常只喺我哋鬆開嘅嗰一刻，才悄然流進來。放手從來唔係終點，而係轉向嘅開始。唔再依靠自己嘅能力，唔再捉住短暫嘅依靠，而係將整個生命重新安置喺神嘅心意裏面。喺嗰度，我哋會發現，我哋失去嘅
不過係令我哋沉重嘅。我哋交出嘅係我哋本來無力守住嘅，而我哋所得嘅是那最初的光，從起初就等候我們歸回的光。